家人了呢。我好点你。我好。我这万一再给你嘛，老嘛。那最差待着那样。那个啥给呗，他们接来嘛。忙啊。沙皮。来啥？多没有？这呢？呀了？哎，老弟，啥个呀？过去，哎呀，不牛了嘛？嗯。跑。这都共同都就说这个搞要在点的，当然，马上要报备了，到，这马上到没？到了。你小到那就走，刚往那等着那中了，那中了这边你就少当门当。安达这家。说看见嘛？说看见。哎呦，别哦，知道讲那个。你这高呀？还没养高这一看。